好，接下来这道山药料理呢，是我们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选择山药的时候，老师，那是我拢是跟迄个 get 的。哦，你说的是日本山药，它们上面有须须，山药上面有小须须。那我们选择山药呢，你要选择上面的须须呢越少，然后越短的越好。哦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越长的表示他是老公公，就是老化了啦。OK。那我们在选择就是以这种方式，还有它的重量，越沉重的表示它水分越多越好，表示越新鲜。对，好，就这两种方式呢去选择。我们常常看到山药它会氧化，oxy break 黑掉，哦，它黑掉以后呢，我们买回去呢就是用米酒去泡米酒，大概泡个10分钟，它有切口的地方，泡10分钟以后起来擦干，然后呢用这个擦手指，然后直接把它封着，用那个橡皮筋把它封起来，然后这样拿去冰就 OK 了。山药它虽然很营养很健康，但是也不能吃太多。哦，也不能吃太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便秘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用这个呢山药，我们来做成薯条，小朋友都爱吃的。好，来，我们一样哈，把它切成薯条的形状，切成哇，这么大哦。切成薯条的形状。薯条的形状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呢，就是要来炸我们的山药。那取一个油锅，然后呢，大家都会问我说，油温多少？那很少人回去真正会拿一个温度计去测油温。那我们大概我都会说我们随便在厨房里面找一个小蔬菜，有水分的小蔬菜来下去。当它呢泡泡很密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薯条，山药薯条。好，还有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，像我们刚刚在处理我们的山药的时候呢，可能呢还是难免会有大大小小哦。那如果数量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尽量分成2次来炸。对，好，如果锅子没那么大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要稍微挑一下你自己切的这个食材的大小，把大小差不多的一锅炸，另外大小的另外一锅炸，这样可能炸出来的那个就会比较平均哦。好，温度拉高，那直接呢炸到你喜欢的颜色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你一定有吃过薯条嘛。那你就炸到薯条的颜色上色以后呢，就可以拿起来了。但是这个要炸到薯条的颜色，应该也要很久，对不对？要一段时间，那我们趁这段空档呢，我来教各位怎么做寿司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稍微搅拌一下，来给我一个木匙。好，来，我来教各位呢做一个寿司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一个果汁机，然后呢，要准备我们的橄榄油。我这个橄榄油很香，你闻闻看。这个橄榄油的味道有一点橙橘的味道。对，这是柑橘橄榄油。哦，真的哦，还有这样子的橄榄油哦。有。然后如果呢，你们家里就没有这种橄榄油，因为如果说就好买的时候呢，我就加个那个橘子皮下去嘛。不是，那会涩涩的，不好吃哦。然后这是白酒醋，那这不会涩涩的吗？这不会。好，真的不会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用柳橙汁。用柳橙汁哦，或者是水跟油或者是 tangerine， 就是那个橘子，橘子下去做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下这个也是醋啊，好，我们先下醋，一般白醋就可以了吗？不，白酒醋，白酒醋，对，白醋味道太呛不行。记得我的顺序我的顺序一定要先下白酒醋。这个要先做一个乳化的过程。我变个魔术给你看。乳化过以后呢，我们要调味一下。我要加点糖，然后加点盐巴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这样就好了。然后继续。所以一定要先打。继续乳化。对，那乳化大概要2分钟左右，
看整个乳化的过程，它变乳白色。来，当我们乳化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放上我们的柑橘风橄榄油。你刚刚已经讲过，油跟水分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那醋跟油会不会结合在一起？也不会啊。也不会哈。好。又在考我，我就是这种什么生物化学、物理都很差，他就一直考我，我下次不请他来了。好，当你话讲完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什么成果？好有意思哦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之前呢，先把醋乳化，改变它的分子的结构，它的排序，所以它才能够结合在一起。哈哈，很特别吧？不错，这个很解腻耶。对，而且有一个重点，你绝对吃不出来它是用油去打的。我们一定要强调说，我们用的呢是好的橄榄油，能够减重的橄榄油。哇，它颜色好漂亮哦！出炉了，出炉了。这个没有负担啦，比较没有负担哈。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这个山药切成比较粗的形状吗？它容易断掉。哦，也容易断掉。不成型，然后容易断掉。我跟你讲。这我好吃到爆表是吧？对，我本身我非常喜欢吃薯条。我之前在美式餐厅做的时候，那我都会自己去偷拿薯条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被老板发现就被 fire 了吗？没有了，老板还希望我能够吃他的菜，他很开心。当然薯条不能吃太多，那影响身体的健康，那是不好的。对，很烫哦。我当然不会现在吃啊，虽然我现在被这个香味呢诱惑到很想就吃，但是实在是，还是非常非常的烫啊！我要拿一个最漂亮的，好香哦！好，我觉得这个酱很棒很棒哈，还不错，很特别。就我觉得它还蛮有它个人的味道。这个油醋酱我们可以直接做沙拉酱，也可以直接做沙拉酱。我正要说，我觉得这个加沙拉非常的好吃。是，所以这个酱料的做法呢，大家一定要学起来。好，那老师呢，刚刚偷偷在底下说他就要把那个盘子画漂亮，我说不行啊，一定要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画盘。虽然很简单，但是还是有撇步。好，来，那我会用巴萨米狗，画个线，然后。小红莓酱都是天然的哦。对，稍微点一下。薄荷酱，好，你看啊，五彩缤纷的世界，很漂亮。好，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。山药摆上去了。好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我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山药来做这个薯条哈。